咱若准备当自由去讲，就袂当有自由的思想。今年是中国历史天安门事件35周年，这个日子伫咧中国消息，最近伫咧香港呢，即中国又搁一直掠这民主运动人士来抬价架构，香港也已经无法度举办这历史的纪念活动啊，只剩民主的台湾有法度。关心人权基地民间团体下暗有举办纪念晚会，现场要真济民众参与。咱也赶紧连线互人伫咧现场的台记者郭碧君、高明哲，甲咱讲详细的情形。是记者今日伫咧台北市的自由广场，今日是6月7日，今年也拄好是历史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。民间团体逐年拢会举办这个历史天安门事件纪念晚会。今年伫咧天安门事件35周年纪念晚会咧，是伫咧自由广场举办。即摆等咧舞台顶是参与过历史事件的参与者，伊向大家讲因伫历史事件的记忆甲经验，还有大家是毋通袂记咧历史事件哦。若主办单位今年也家己伫做较大咧，若是讲历史的历史，也呼吁大家爱关注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。咱来听因是安怎讲的。过去35年拢未变的这个主题就是，咱爱记咧这个历史的事件，记个教训啦。但是这几年呢，阮就嘛是改变，因为台湾社会因为咱民主化甲本土化的关系，所以嘛是足侪人认为讲。这可能跟台湾无关系，有新的想法，所以这几年阮嘛是伫改变，咱台湾要来看待这个历史这个事件，所以阮即马就用这个第一就用普世的价值，第二呢。咱爱认识着讲，这个历史是以台湾为中心的一个国际性的国民运动。民间团体表示，透过这个活动，毋但希望大众爱会记咧历史事件，也爱大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。民间团体表示，中国政府的集权统治伫长咧扩张当中，呼吁全球的民众斗阵阻挡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。因为伫咧现场也会当发现有侪外国媒体到场关心采访。根据主办单位统计，现场已经超过是有1000人哦。另外，伫咧6月13之前，伫咧中正纪念堂内底也会展出历史35周年的展览，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作品，以艺术来参与人权行动。那稍等的8点09分开始，现场也会有摆蜡烛，也有哀悼等等的仪式来关注历史事件，也向当年伫历史事件当中罹难的受难者来致意。以上是来自公视台的连线报道。